有一位球員，每當佢遇到挫折同埋困難嘅時候，佢可能會失落同埋失望，但佢絕對唔會放棄。佢內心嘅鬥志就好比不死鳥一樣，無時無刻都喺度燃燒住自己，無時無刻都係球場上邊最有火嘅一位球員。每當佢企喺球場嘅時候，佢往往能夠成為全場最矚目嘅一位球員。佢就係球王 C 朗。C 朗喺1985年出生於葡萄牙馬德拉島，佢家中嘅經濟條件非常之差。佢嘅母親係一名廚師，父親係一名花匠，而細個嘅 C 朗已經好中意踢波。慶幸嘅係，佢屋企人並未有因為經濟嘅狀況困難而限制咗 C 朗踢波。C 朗嘅天賦亦都好快吸引到葡萄牙最大嘅球會史砵廷嘅注意，迅速咁簽入咗少年時期嘅 C 朗，加入佢哋嘅青年軍。喺加入史砵廷青年軍嘅初期，因為 C 朗講嘢帶有鄉音，令到佢被隊友排斥同埋取笑。起初佢都會同取笑佢嘅隊友發生衝突，但佢之後慢慢明白到要用球場上面嘅表現令到呢班人收聲，而佢亦都會一一克服所有阻礙佢實現足球夢想嘅困難。當時佢知道自己體能唔好，身體唔夠強壯，佢又除咗球會一般嘅訓練之外，仲會利用自己空餘嘅時間去健身室鍛煉身體，亦都會去海邊跑步鍛煉自己嘅體能。隨住時間過去，C 朗嘅額外訓練亦都漸見成效，令到佢不斷咁樣進步。最終喺2001年，年僅16歲嘅 C 朗被晉升進入史砵廷嘅一隊。而 C 朗亦都係史砵廷隊史之中第一個球員，喺一個賽季之中踢勻晒 U16、U17、U18 同埋 B 隊，仲有一隊嘅球員。佢亦都憑住華麗悅目嘅盤扭腳法打響名堂。而佢人生之中最重要嘅轉捩點就係發生喺2003年8月史砵廷對陣曼聯嘅一場友誼賽之中。本來呢場嘅友誼賽只係一場例行公事，但係細估唔到呢場友誼賽變成咗 C 朗嘅個人 show。之後全場嘅焦點就落喺初出茅廬嘅 C 朗身上。當時曼聯嘅後衛奧沙成場比賽俾 C 朗秀麗多變嘅腳法玩到氹氹轉，連場邊睇到呢場比賽嘅費格遜爵士都好肉緊咁叫奧沙跟貼啲跟貼啲。而 C 朗憑住精彩嘅表現，令到史砵廷以3-1擊敗英超紅魔鬼曼聯。經過呢場比賽之後，費格遜亦都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將呢位極具潛力、鋒芒不露嘅新星收歸旗下。事隔幾日之後，曼聯官方亦都正式宣布以1224萬歐元轉會費同 C 朗簽約5年，當時成為英格蘭轉會費最高嘅青年球員。我會形容 C 朗喺曼聯嘅生涯之中分咗3個階段，分別係初露鋒芒、漸趨成熟同埋成為傳奇功成身退。C 朗一加入曼聯嘅時候，其實佢要求嘅係着28號波衫，但佢最後收到一件係曼聯嘅7號波衫。過去呢件曼聯7號波衫嘅主人都係一啲曼聯嘅星級戰將，包括有碧咸同埋簡東拿。費格遜相信呢一件7號波衫會為 C 朗帶嚟額外嘅動力，去追求球場上面更出色嘅表現，所以安排咗呢件7號波衫俾佢。當然 C 朗亦都冇令呢位老人家失望，往後佢嘅國家隊皇家馬德里或者祖雲達斯亦都係穿上7號嘅球衣。喺2003年8月16日，佢終於迎嚟佢第一場代表曼聯嘅地標戰，喺60分鐘伴隨住觀眾嘅掌聲後被入替，而曼聯嘅球迷亦都對佢寄予厚望。雖然呢一場地標戰 C 朗並未有取得入球，但係佢出色嘅表現贏得一眾名宿嘅好評。到咗當季11月，一場對陣朴茨茅夫嘅比賽之中，攻入一球罰球，成功取得佢曼聯生涯之中第一個入球。而喺呢一季 C 朗最搶鏡嘅一場比賽，就不得不提佢對陣米爾沃爾嘅一場足總杯決賽，佢攻入領先嘅一球，幫曼聯先拔頭籌。佢喺足球場上嘅跑動、冇波走位、秀麗多變嘅盤扭技術，為對手帶嚟極大嘅麻煩，
最終亦都做曼聯以3-0擊敗對手，奪得佢喺曼聯生涯之中第一個足總杯冠軍，亦都係佢曼聯生涯之中第一個冠軍。喺 C 朗加盟曼聯之後，第一個賽季合共為曼聯上陣40場，攻入6球7個助攻。雖然對於一個年輕球員嚟講，呢一個數據可圈可點，但係遠遠都滿足唔到 C 朗對進步嘅渴求。而 C 朗喺其後2季嘅入球率亦都有所改善。04-05賽季合共上陣50場，攻入9球10個助攻。05-06賽季上陣47場，攻入12球9個助攻。而當時正值車路士同阿仙奴嘅當打之年，曼聯喺呢2個賽季入邊只有贏得一個聯賽般嘅冠軍。雖然 C 朗有住唔錯嘅表現，但係自從佢加盟咗紅魔鬼之後，一直被唔少嘅球迷同埋傳媒批評佢經常賣弄腳法，過於花巧，華而不實。佢嘅個人主義亦都同球隊嘅風格格格不入，亦都有人批評佢經常插水同埋做戲。所以呢個時候嘅 C 朗呢匹千里馬係需要一個伯樂去引導佢，而佢遇到嘅唔止一個伯樂，而其中一位伯樂就係佢恩師費格遜。佢深深了解到 C 朗嘅才能同埋潛力，知道佢只要加以栽培，終有一日佢會踏上球壇嘅最頂峰，發光發亮。所以頭幾個賽季，費格遜亦都循循善誘咁教導 C 朗，同佢講要學識交波同埋傳中，因為足球唔係一個人嘅運動，要學識整體意識，先對整隊球隊嘅戰術有所幫助，亦都令防守佢嘅球員更加難以預測佢下一步會點樣做，咁樣先可以令到佢進入球壇裏邊嘅另一個境界。而佢生命之中除咗有恩師費格遜之外，曼聯嘅教練和達史密夫亦都對佢足球嘅發展起咗一個關鍵性嘅作用。C 朗中意自己帶波呢一點，亦都令到其他隊友感到不滿，所以和達史密夫決定喺操練之中放任其他人對 C 朗犯規，全部都不作吹罰。咁樣做嘅唯一目的就係令到 C 朗開竅。之後佢每一次賣弄腳下功夫嘅時候，隊友們就毫不留情咁樣踢佢同埋攔截佢。2個禮拜之後，呢一樣措施令到佢幾乎發癲。和達史密夫嘅妙計最終如願成功，之後嘅 C 朗亦都開始收斂，同隊友作出更加多嘅配合。幾個禮拜之後， C 朗開始會主動傳波，佢亦都開始主動會同隊友作出一啲撞牆嘅配合，而佢自己亦都作出更加多冇波走位。結果之後嘅比賽裏邊，佢攻入更多嘅入球，喺陣中嘅作用亦都越嚟越大，成為 C 朗轉變嘅開始。而最著名嘅一件事件就不得不提06年世界盃英格蘭對陣葡萄牙，C 朗打小報告趕走曼聯隊友朗尼。當時朗尼唔知有心定無意啦，用隻腳踩中咗葡萄牙後衛嘅下體。當時球證仲猶豫緊俾唔俾紅牌朗尼嘅時候，C 朗走過去要求球證出示紅牌。而呢個時候火爆嘅朗尼推咗 C 朗一下，最後被紅牌趕咗出場。之後因為呢件事，C 朗成為英國媒體抨擊嘅對象，而 C 朗亦都覺得球會冇做任何措施去保護佢，令到佢備受攻擊批評。而嗰陣時 C 朗對曼聯心灰意冷，曾經公開表明過佢想轉會，而費格遜梗係極力挽留 C 朗啦。費格遜亦都同 C 朗講：你係曼聯裏邊最出色、最勇敢、最優秀嘅球員，但如果你就咁走咗去，就係懦夫嘅行為。而朗尼喺一啲公開嘅訪問亦都曾經表示明白 C 朗當時嘅處境，如果係佢亦都會為自己國家盡力爭取呢一面嘅紅牌。朗尼亦都公開表示支持 C 朗繼續留校曼聯。最後 C 朗亦都諗通咗，決定留校曼聯，用表現去回應所有對佢嘅抨擊。06-07賽季經歷完世界盃嘅 C 朗表現漸趨成熟，經過2位伯樂嘅指點之後，佢嘅足球智慧同埋球技亦都得以提升，由華而不實到實而不華，應傳則傳，應射則射。呢一季終於迎來佢人生職業生涯裏邊嘅蛻變。佢喺各項賽事之中為曼聯上陣53場，攻入23球，有21個助攻，帶領球隊重奪失落4季嘅英超冠軍，亦都當選咗英格蘭足球先生、英格蘭最佳年輕球員。
亦都係30年以嚟首位同一時間奪得呢兩個獎項嘅球員。如果話06-07賽季係 C 朗表現漸趨成熟嘅一季，咁07-08賽季就係 C 朗真正大爆發嘅一年。先有對陣紐卡素嘅比賽之中，上演曼聯足球生涯第一次帽子戲法，大掃紐卡素6-0。由 C 朗帶領嘅曼聯喺聯賽榜之中一騎絕塵，一直以勢如破竹嘅氣勢，先後擊敗車路士、利物浦，最後季尾成功衛冕英超冠軍。佢亦都以31個英超入球，第一次奪得英超金靴獎同埋歐洲金靴獎。而喺同一個賽季入面，曼聯亦都喺歐聯之中高奏凱歌，以銳不可擋之勢殺入歐聯決賽，對陣車路士。兩軍會師於莫斯科，喺法定時間裏邊分別由斯朗拿度同埋林柏特各建一功。喺加時嘅30分鐘入邊，雙方未有改寫紀錄，需要互射12碼分勝負。而入球功臣嘅 C 朗竟然喺互射12碼階段現客，而車路士則喺前4輪裏邊全部射入。車路士奪冠在望嘅時候，隊長泰利竟然射失，進入即時死亡階段。曼聯守將雲達沙一夫當關，撲出咗安力卡嘅12碼。曼聯喺驚濤駭浪之下奪走咗歐聯錦標。C 朗亦都成為歐聯神射手、歐洲足球先生，全季以攻入42球作結。全季獨步球壇嘅表現，令到 C 朗最終獲得加冕，奪得2008年金球獎。佢亦都係曼聯喺呢個世紀裏邊唯一一位奪得金球獎嘅球員。最後成為傳奇，功成身退，最適合形容 C 朗08-09喺曼聯嘅最後一季。本來經歷完出色嘅07-08賽季之後，皇家馬德里已經全力尋求簽入呢位世界足球先生，而 C 朗亦都有意接受呢個 offer， 去銀河艦隊去西甲迎接新嘅挑戰。而當時嘅費格遜極力挽留 C 朗，而 C 朗亦都決定為曼聯打多一季作為過渡，先至轉會去皇家馬德里。喺開季嘅時候， C 朗因傷缺陣4場聯賽，但傷愈復出之後，佢亦都延續上一季嘅氣勢，踢咗精彩嘅一季。當中世界冠軍球會杯助攻朗尼攻入一戰定江山嘅一球，奪得佢個人生涯裏邊第一個世界冠軍球會杯，亦都帶領曼聯喺聯賽杯決賽之中擊敗熱刺奪得冠軍。佢亦都喺全季穩定嘅表現底下，喺英超賽場出場33次，攻入18球，帶領球隊連續3年奪得聯賽冠軍。可惜嘅係，曼聯雖然同上季一樣喺歐聯嘅賽場上邊高奏凱歌殺入歐聯決賽之中，但未能夠擊敗當時得令紅霸球壇嘅巴塞隆拿，最終鎩羽而歸。完咗呢季之後，C 朗亦都功成身退離開曼聯，以8000萬英鎊轉會費轉會到皇家馬德里，亦都成為當時全球最高轉會費嘅球員，收薪大概20萬英鎊左右。喺班拿貝球場第一次亮相，受到在場8萬名球迷嘅歡迎，迎接佢人生下一個階段嘅挑戰，亦都展開咗同美斯兩個紅霸球壇十數載嘅絕代雙驕時代。最後想分享 C 朗喺轉會曼聯嘅另一個故事，就係雲加險簽 C 朗嘅故事。話說當時雲加一直都好欣賞 C 朗，阿仙奴歐洲區嘅球探喺 C 朗15歲嘅時候已經有留意佢，利物浦、熱刺、皇馬亦都有球探去睇住佢啦。但係阿仙奴係少數嘅球會，幾乎每個禮拜都有球探留意 C 朗嘅表現。而雲加嘅辦公室入邊一早有一個 file 係專屬於 C 朗。據報當時曼聯連一個葡萄牙區嘅專屬球探都未有。理所當然，阿仙奴亦都喺呢個歐洲灼熱可守新星嘅爭奪戰之中遙遙領先。C 朗同佢嘅母親同埋經理人文迪斯喺2002年11月，即係佢正式加盟曼聯前9個月，到訪倫敦，同雲加喺阿仙奴嘅飯堂食咗餐飯。
參觀咗新嘅球場同埋訓練設施，亦都同亨利等嘅球員見過面，以口頭確認咗800萬鎊嘅轉會費。雲加甚至帶咗佢上辦公室裏邊同佢講，如果你想嘅話，呢件28號波衫我可以留俾你。但之後經理人文迪斯出招，令到整個會談嘅情況急轉直下。有一段未經證實但係行內流傳嘅版本就係文迪斯突然消失咗一陣，打咗個電話，然後同雲加講，我啱啱同費格遜講咗兩句，費格遜願意為咗 C 朗願意出1100萬英鎊轉會費。最後嘅結果你同我都知，就係 C 朗最後係加盟咗去曼聯。喺呢件事之後，雲加對文迪斯可以話係懷恨在心。有啲同場嘅活動，雲加都唔會主動上去打招呼，最多只會握一下手。阿仙奴喺雲加在任期間，亦都成為少數冇簽下任何文迪斯旗下球員嘅大球會。如果呢單交易成功咗嘅話，阿仙奴、C 朗同埋曼聯嘅命運會變成點呢？大家可以留言討論一下。呢段影片交代咗 C 朗嘅童年、轉會到曼聯嘅故事，喺曼聯嘅發展同埋佢成長嘅經過，到最後佢點樣拎到金球獎。之後我會製作埋 C 朗下半 part 嘅職業生涯。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。好啦，再見啦，拜拜。